再来是台北市长的选举，民进党到底要杀只出来选的？有风声讲有可能是行政院长杜英泰，呼声真悬的立委王世坚是来点出着上强的6个人选，当然嘛包括着杜英泰。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接受到专访，特别发出讲：我是台湾人，中华民国的国民，马洪改图是为连任的布局。我就很清楚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。我相信这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专访时，话讲伊是台湾人，这个台湾的讲法，敢若是要切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，讲伊是中国人的讲法，和外界联想到敢是咧为选举做准备。毕竟另外一边，民进党伫2026台北市长之前，目前也未决定人选。敢若纵看台湾理事长吴怡农表示要参选，一直被点名立委王世坚有家己的名单。台北市最强的还有好多位，那让最强的出来才是最正确的，不要到时候选输了再怪兵器不好。王世坚点出上强的6个人，包括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、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、前立委高嘉瑜、立委曾水雄、甲吴思瑶。有关行政院长杜英泰嘛，因为最近风声讲，总统兼主席赖清德以为要劝进吴思瑶，不过伊拢无答应。赖总统便讲希望由行政院长杜英泰亲自首动。觉得卓院长不够忙吗？但目前为止真的没有听到卓荣泰这3个字在民进党讨论的范畴上。思瑶也绝对会是台教的非常重要的参与者。只要找出最强的人选，永远不会太迟。上怎么看赖总统要？来，上面好，谢谢。11月28地方选举的决战日，步步逼近。立营强调讲是按照时程的安排。蒋万安嘛讲，莫讲选战，讲市政。不过，那这个布局恐惊已经在暗中在进行啊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